是带着我和那个今天马超2个人，然后我们穿的是他一个人穿的这颜色。对啊，好投入，对，每个都投入的，我都不知道拍哪个了。像那个后面那个拉粗啊，都跳得好，小洛也跳得好。头发粗也是，但是他来的次数比较少。没有了，这波节奏比较快，转圈都转几圈，转3圈多。快传给我。今天我把那个音乐全部打包了，你们去下载吧。这个社区里面发了帖子，有60多首，然后应该全长的话应该是4个半小时。我已经做了那个视频了，应该今晚上传157个这种。对啊，这小哥哥，我包了小卡。今天晚上传吧，应该传上去，总共视频加音乐63首，157个 G， 应该要2-3天时间才能够看。对，欧姆男的喜欢，女的他们说不喜欢，但是不存在啊。现在好像他们结束了。
我考虑飞无人机呢，但现在那个风力比较大，算了，不飞了，算了，反正拍了几个小时素材了。再来一次，怎么可能呢？再来一次，多多。这对啊，都是年轻人专用的，真正都在家里面的，很多人都是没，本来就是。你看那现在那个小罗马，你阿法州出产美女啊。Yakıza gözüm görüşüyor. Zaten neden zorlu kızlarla geçiyor. Yatancı elimini göreceğiz. Tutalım da dokunca. 这个就出来。我拍。哦，你看面子。那个叫我们给你吃。还有10多分钟完了，就下班了。我把那个文件、音乐都传到那个个人论坛里面，还
还有百度的网盘，一共280兆左右吧，有60多首歌，应该有几首是重复的，有可能是重复的，因为我没有挨着一首一首的听，我只检查有一首是不是有版权的问题，我怕那一首存在，然后我基本上听了一下，然后就把幸好没有，其他都是没有版权的，随便传播。声音小一点啊，这个谁有打110啊？声音小一点吗？他们只是接受任务而已，每天都认识了吧？因为初级在做好事，要做个那个记录类型，只能给他唱了。再来，没有了。还有，这样的话，尾巴没怎么嘛。应该是他们来了。怎么说呢？美好的事物都喜欢，不管是男的女的。你肯定出去拍，你不会拍丑的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看顺眼的也可以啊。到时候全是丑的，那谁看呢？